福禄寿三仙之一，主宰功名利禄，昵称露露。这日子真是越来越没法过了。南方的拜关公，北方的拜财神，一点也不把我这个禄星放在眼里。你们也不想想，没有我这个禄星，谁给你们发工资啊？好可怜的肚子，我已经8个月都没有吃过香火了，好饿呀！肚子啊，你别急啊，马上就到那重阳节了，到时候一定让你吃饱哈。就福星，福禄寿三仙之一，主宰鸿运当头，昵称福娃。露露啊，你说这重阳节和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寿星，福禄寿三仙之一，主宰人间寿命，昵称小寿，为一母所生的3胞胎，并称福禄寿三仙。就是啊，重阳节明明是老年节，是属于我寿星的节日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小少，你说什么？虽然这重阳节被中国的法律定为了老人节，但是这不代表重阳节就是你的节日。你可别忘了，那重阳节可是要吃重阳糕的。吃重阳糕是什么意思？不就是想步步升高吗？那什么人想步步升高呢？不就是为了那工资忙忙碌碌的人吗？你也知道这重阳节被国家法定为老年节了。政府都这么说，那不就是我寿星的节日吗？再说这重阳节要喝菊花酒，这菊花酒就是代表着长寿，这不就是我的节日吗？这人们拜的不就是我的寿星吗？你们吵什么？重阳最常见的习俗就是登高放风筝，取的就是驱邪避灾的意思。这不就是我福星的节日吗？而且你们听，你们看，少女情怀总是春。找一个好老公是一个女人一生最大福气，这不就是在唱我吗？切，我也有。又是9月9，重阳节难聚首。这不就是唱那在外打工不能回家的人吗？那又怎样？99艳阳天还是一部电影，说的是老年第2春。9月9饮的可是菊酒，那代表长寿，就是我的节日。我的。哎，你重阳奏，屈原，你们3个吵什么？追根溯源，这重阳节是先秦之前丰收祭天祭祖的活动，这要算起来应该属于谷神吧。当然现在这重阳节也是老人节了，你们要想在重阳节上得到香火，不是不可以。你们
要让那些长期奔波在外，为了金钱，为了工作，不能回家陪老人的人，放下工作，回家好好陪陪老人，让老人多福多寿，那香火不就自然来了吗？这就这么办。奶奶，我来看你了，祝你重阳节快乐。也不可以太留恋，任凭时光流转，我舍不得走远。遇着烦恼就跟我说，我能听见。就算时光流转，我一定不会走远。我怎能忍心将你一人留下不管？